先來看台南新興國小今仔日點外時傳出爆炸的聲音，這警消人員去到現場，結果發現是一個家友呢，抓準是這活動中心外口的電箱無過電，所以專想要用這通用的鎖匙甲拍互開，當作是家己的廚仔來使用，結果煞去誤着電，規身軀有30拍的燒燙傷，加在這人是無安怎。台南區新興國小一透早電梯、電路門攏袂振動，連辦公室嘛攏無電。校方原本想講跳電，趕緊請台電人員到場搶修。這電箱拍開，內底竟然予人放真濟果子的紙箱甲大細包糞掃，哪像當作家己厝內倉庫。原來是將校外高壓電箱爆炸，是這堆物件引起的，嘛造成學校大停電。有一個查甫人當場送醫。第一名男子將私人物品放置於高壓變電箱內。在整理時不慎觸碰，但未影響學校供電，令學校高壓變電箱所被敲開毀損部分，校方暫不提告。好，那我們以撕傳單覆蓋之後呢，經評估之後生命徵象穩定，那就後送成大醫院。這場意外發生在2半暝1點外，新興路甲夏寧路路口，有騎機車路過民眾看到電箱咧着火，一個查甫人身軀頂嘛着火，袈裟斷掉要逃生。經過了解，這個51歲姓黃的查甫人，佇校園附近行來行去真濟冬，當期甲垃圾米等入去校園，這回用輕的方式甲糞掃等入去變電箱，沒想到熊熊碰到高壓電，引起着火。維修人員講，電箱鎖頭為了方便搶修。是採用通用型的鎖匙，沒想到這個查甫人伊家己偷開，造成保險絲速度。那為了解決這件事情，我們甚至就是把這個東西都拆，就是舞台也都拆除。之後他就是還是陸續的再把這些垃圾還是塞到別的地方去。那今天最恐怖的事情，他已經把它塞到我們的高壓電箱子，它是通用的。哦，是通用的，所以你如果有一把通用鑰匙，幾乎就可以打開了。救護人員到場時，黃姓男子家己咧淋水降溫，伊規身軀30拍的極度燒燙傷，緊急送去成大病院搶救，加在人暫時無生命危險。那校方無奈伊講，捌講過真濟屆，請伊甲烏白燉的物件清咧，這回煞大打開高壓電箱，台電人員提醒民眾千萬唔通拍開，也是去望外箱，驚有漏電的風險，千萬唔通摕性命講生笑。記者從台南採訪報道。